轮转。希望天天事业。讲一年就是紧吼。过年已经到3号，以农历讲已经过2个半月。咱21年当中新春晚，其实来讲开完啦，国外嘛已经开完啦。所以呢，时间咧走也是真紧。那今年应该是第一班的咱店的收费班啦吼。所以呢，当中班处非常的重要。咱嘛知影讲客户就是要甲咱开启咱的智慧，但是咱嘛知影讲人生的过程内底当中，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做智商？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做智商？有阵时咱对即款物件无概念，咱有阵时做一个代志，要修正佛法，要得到正法，咱无可能。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做智商？所以我其实六祖会用，甲你讲一句话，讲学道尚无自性观，即故自佛独立论。伫迄个参会篇的上尾段，迄个叫做结论。伊有甲你讲一句讲，学道尚无自性观。那安尼当中，你甲自佛就同一类。毋过即个物件，咱都甲做一个研究。即个自性观，迄个自性，要关什么物件？要安怎关迄个自性？咱学道就是，因为你学道，你若有了解迄个重点，了解迄个要义，有阵时咱是修道，必须咧修福，咱毋是咧修道。咱咧修福，毋是咧修道，就比如讲，咱有即个因缘咧修，但是因即个因缘你毋捌，你就错失掉即个因缘。拄则讲学道相应自性观，咱知影。咱的自性，迄个自性伊世间的人来讲，咱有一个灵魂，灵魂教上叫做不性，人讲叫做清净法性分，毋过叫清净分。但是你有一个清净，无了着迄个自性。但是我请问，咱有一个迄个物件，你敢知你有迄个物件？你会知影，我有一个灵魂。有一个灵魂，无灵魂起来我，咱嘛知影死人到活人，咱嘛知这两个感知。但拢知迄个灵魂，但是迄个灵魂就是自清淡，会当活伫这个世间安尼尔。毋过这个灵魂有重要无？这个自性有重要无？这个自性其实是足重要。你的人生内底当中，支撑你啦活伫这个世间。咱只会当活，就是迄个灵魂咧活，敢是安尼？所以逐个就讲叫做不精、不简、不定、不实。但是咱活咧当中，除了有即个物件以外，还有啥物物件？是佛陀六祖讲相形自性观。还有一个物件就好啊，你是要观啥物物件？其实咱知影，因为你有一个作用。因为你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因为有一个叫做根，迄个根伫佛教上讲叫做哪？讲叫做观照环境。伫迄个自性伫佛教中讲叫做实相环境。就你有一个实相的物件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不变的物件，迄个叫做自性。就我拄则讲，你有即个物件，这是一个自在的物件。但是你除了即个物件，还有一个物件叫做观照环境。你有自性，甲有观照，那安尼你叫做佛，你叫做菩萨。毋过即个咱的问题出伫对，咱问题就出咧。虽然你是菩萨，你是佛的即个清净法性分你拢有啊。毋过是安怎人会当通？然后以自佛同一类，咱袂当甲自佛同一类。问题出伫对一个所在。
阮离出入伫咧迄个第一因缘，就迄个第一因缘，就是迄个地位、迄个问题，出迄个问题。毋过即个问题是安怎解释即个问题呢？我请咱的烦恼，然后咱的思维，咱的痛苦，咱一切内底当中八大苦，心魔、悲思苦吼，求得苦、冤结会苦，迄个即个有足侪八大苦里内底，迄内底迄苦是对对走出来。其实，迄个苦嘛是对迄个发展、迄个自性、迄个发展走出来。是咱会走快乐，咱会走痛苦，是甚物原因？是甚物原因安尼？是安尼咱会受甲足快乐，咱会受甲足痛苦，是甚物原因？问题出现迄个问题，就我拄则讲的，咱有一个清净无念的物件，这是事实，你拢有逐个拢有哦。毋过，海的秘密到即摆来，个人的命运、甲人的因果、甲人的造物，拢会无相像。我来说一个简单的比如啦吼，恁听下有啦，日头无有啦吼，日头光有无？有啦，日头光有啦。日头甲日头光会改变袂？日头甲日头光袂改变啦，改变伫对一个所在改变，改变而且乌云改变啦，这乌云啦，你听无？这个云啊，来甲早日，这个日头光，安尼叫做上明下暗啦。这个日头若无早着日头，迄个日头光甲日头若无向云早着，叫做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。咱的问题是向什么物件早着？向迄个云。虽然你有一个自性，你有一个光。你有一个自性，一个关照，这个日头一定产生日头光，这是不可改变的物件。但是有点时啊，咱地底太单位讲，太落大雨，太风太，敢是日头甲日头光的问题？毋是，日头甲日头光无关的，是因为你这个地站内底当中啊，这叫做气站的内底当中，产生了变化，你听无？但是日头甲日头光完全是不增不减、不得不失的物件，迄拢无改变的物件。我想话做来做一个比喻啦吼，你的自性就是参照日头，你的地位就参照日头光相像。你本来头拢相像，敢是安尼？是啊，咱今仔日来到这个世间，喜怒哀乐爱恶欲，为你这个世间暴跳如雷，为你这个世间活袂落去，为你这个。世间的人甲法律上诉，为你这个世间的内底，足侪讲袂了的对立，安尼听无？咱即马即个地位、即站的气站的相像，含你把这站无关系，是因为即个气站内底当中衍生变化，安尼听无啦吼？是衍生了变化了后，当中咱人就变哦，即个二站、即个气站内底甲影响着。我毋知咱到一句话讲叫做哪？气变虚，物欲变，敢是安尼？咱就气变虚，物欲变，咱人有变化呢？敢是变化？就参照讲，即个乌云若甲早日，即个日头若甲乌云若较高啦吼，当然下底落来会哪？咁就较少，敢是安尼？乌云若甲十较薄啦吼，日头光会伊减会射落来啦。乌云若拢总无呢，当然日头光就直接射来到咱这个地球啦。这本来就是安尼。毋过以这个道理甲解释着咱人的本性就参照日头甲光相像。但是咱今日若当修到一生清净，咱一生清净，咱无念，无互这个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、爱恶欲。这个气变虚物欲，这个是甲变了的。其实咱人应该是含糊相像，人讲叫做活泼。但是这个若看了愈重呢，变成哪？活鬼，敢是安尼？活鬼甲活佛，拢共迄个哦。活鬼甲活佛拢共迄个物件，是安尼人就去做活佛，安尼来做活鬼。你相信世间的人啊，害人啦、放火啦，
中间啦、杀人啦，你像即摆缅甸的时阵，迄诈骗集团啦，哦，迄个人骗的当中啊当做猪啊，讲去着猪仔，有无？啊，着爱你若爱你的器官啦，爱你的肝，爱你身躯的器官，你身躯这个器官大概卖起几千万呢？伊用看到钱，要甲你当做你是人啊，你听有无？甲你当做一只猪啊，要甲你爱你的命命，会当怎爱你的命？伊着反正气就是你的啊。那我请请问，咱平平一个人，平平一个人，平平一个事情，你无较计，我无较减。但是因为有反省，有恶法，有团队，有军队，找到这个恶势力的内底当中，造成这个咱恶势的结果，恶势的结果，敢是伊本性的物件，因为气变苦闷就变，伊的这个欲望。造成了，伊今日安尼做。毋过呢，咱来知影，伊今日看到伊头前的享受，伊头前的势力，我请后壁无，后壁一直走袂去，所以你迄个，你迄个应该去讲种花得花，种豆得豆。但是伊问前世因，啊今世受得事，啊那伊问后世课，啊今生作的事。迄叫做研究，虽然伊今日暂时伊有即个权势，伊有即个霸道霸权，毋过你甲看，即阵人，哦，你上白所成，伊即阵人明真真即阵人，真拢等于中央大陆的审判，敢是？但是你若较叫做看，即阵人，迄个当时中国派去的4个恶敌。伊讲伊奥田，奥田咱规拢甲太太四种啊，乌林后壁，的迄个后院啊，拢甲待伫遐后壁。即个工课中国派去的奥田的奥田条人就是讲迄个侦探，要去了解到底因即阵人是做啥物坏歹代志，要做奥田，但就知影呢，四个拢做排掉。啊，排掉伊了后，伊讲我着已经，我的后患已经。除掉后，伊毋知影讲，人讲螳螂阿妈切在后，伊毋知影后壁后一个用的政府咧处理这个工作。啊，咱若画一个解说，因为即个人伊安尼恶势，毋过后壁后一个因果，后壁后一个报应伫迄个后壁。即个人命去到中国大陆，发现这人就死了。伊过去，你讲杀人的性命，伊袂感觉安怎？毋过咧，真换人咧甲杀的时阵，换咧审判死刑的时阵，伊安怎样？当然，伊所有物件拢带袂倒转去，所以万般还是假。穿一束衫裤，啊手到看咧，飞机坐到北京，坐到成都去接受审判，迄个当中伊就去想着，人生做甲遮活质，但是什么叫做平静？但是咱今日学到。咱就是要了解这因缘果报，伫迄个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伫迄个佛性、你的智慧内底当中，拢总相像。但是，咱的气变苦不乐变，毋过咱是听道学道，咱就是要明理，免怎明，就是要把迄个气变苦不乐变，要甲杀掉，免怎杀掉？我请问，乌云免怎杀掉？乌云一定完全免怎杀掉？迄个风若较大，风会甲吹掉，对不对？人讲风甲吹掉乌云，乌云咱甲解释叫做乌，风甲解释叫做线，用两个解释。毋过呢，乌云风有能力会当杀掉乌云，你若有善心，你就无恶心啊，敢是安尼伊会杀不掉。毋过呢，日头甲日头光呢，伊叫做不清不净不净不净。伊嘛是善，嘛是恶啦所以人讲不是恶，不是恶，伊本来不依，伊是共一个物件，但是拢伫内底一半，咱伫内底一半咧作业，所以咱若遇到任何内底当中，而且转袂煞，都是因为这个咧转，但是你的自性、你的本性、甲你的智慧，因为随着这个因缘去转，去咧转，所以咱叫做轮回。但是因为咱今日去听到，咱听到咱智慧起来，学
学过双赢自信观，你已经看到你家己的自信，你家己是恶善恶，迄个面啊，你拢看会出来。所以你会当啊，你会当转恶成善，会当转善成智，你就开始选。你的智慧就有力量啊！啊，你有力量去转，叫做转恶成善，转善成智了后，转成功，你就变成哪个？你就变成菩萨，你就变成佛。咱咧做的工课是咧做这个工课，啊，所以咧，今日嘛非常的认真。当然，一年每一年拢有一个体会班，啊，这个体会班就是咩啦？就是我主要讲，要互咱的智慧走出来，要互咱自信的光芒走出来，要互咱的恶甲转去掉，后要互咱的不善甲转去掉。那安尼培养着你，培养你本来有一个顺先如梦，一些物件，一些特色。啊，毋过后日啊，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有一日拢一定走，敢是安尼？但是迄个时阵，你会知影因果是对你咧行的物件，因果是对你咧行的物件。你即世人，互你较恶，因果嘛对你歹；你即世人较善，因果嘛对你咧强。哦，嘛讲咧，做善因啊得善果，啊做恶因嘛变啊变恶，即道理人拢捌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咱嘛非常难得，咱邀请到咱台北。咱的副领导徐正宇，啊，今日要来准备道过修道的迄个底槽啦吼，道过修道的底槽啦吼，啊，伊今日要来咱特别传递灵感啦吼，咱这个所在嘛，非常咱第一组长对台北来开车落来吼，所以呢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呢伊哋咧同学嘛要感谢伊的时间啦吼。今日最后祝福咱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迎吉。感谢护前人慈悲，前道鞠躬，昏道鞠躬，感谢护前人慈悲。